大家好，我係金達利，歡迎收睇金達利編輯部。喂喂喂，有料爆啊！今日講下劉定堅呢條友仔啊，我學得似唔似先？之前有兩集講過馬榮成同黃玉郎，今集就講劉定堅啊。佢近年轉行做 YouTuber，仲做得相當成功。佢自己都話每個月淨係廣告收入都6位數，真係值得向佢學習。唔知你哋有冇睇過佢嘅 YouTube channel 呢？而家佢個樣有啲似何伯同梅啟明，簡直三兄弟咁款。最有趣嘅係呢兩個人，劉定堅都曾經狠辣批評過佢哋。不過劉定堅同何伯、梅啟明唔同，劉定堅識得食腦，有橋又有計，仲有全能創作人呢個稱號，所以40幾年嚟都撈得好掂，揾到唔少錢。雖然未必有黃玉郎、馬榮成咁有錢，但肯定都係中產以上。劉定堅1962年出世，細個已經好鍾意睇漫畫，特別鍾意黃玉郎嘅小流氓。雖然完全唔識畫公仔，但又好想加入漫畫行業。當年香港漫畫圈仲未有編劇呢個職位，所以劉定堅1981年先去考 TVB 編劇訓練班。畢業之後做咗 TVB 見習編劇，之後仲搞咗個叫城市人物嘅節目，專門訪問啲成功人士。其實佢係想借機會訪問黃玉郎嘅，等黃玉郎認識自己，咁就有機會加入玉郎機構。結果黃玉郎真係中計，請咗佢去玉郎機構返工。所以就算你幾唔鍾意劉定堅呢個人都好，都要佩服佢識得自己創造機會。劉定堅入咗玉郎機構，幫祁文傑策劃同創作玉郎漫畫、猛鬼冤魂等漫畫，市場反應極好。馬榮成都要私底下揾劉定堅幫手搞中華英雄。你可能會問，馬榮成同劉定堅都係玉郎機構嘅員工，劉定堅又係創作主任，點解唔可以名正言順幫公司主筆提供故事意見呢？事實上又真係唔得喎。當年玉郎機構派系文化、山頭主義非常嚴重，連中華英雄嘅助理同如來神掌嘅助理傾下偈都會俾人講閒話。馬榮成同佢嘅助理團英雄幫喺玉郎機構裏邊一直都被視為外人。祁文傑係絕對唔會俾劉定堅幫馬榮成創作嘅，但係劉定堅本身冇咩派系嘅隔閡，仲好欣賞馬榮成，所以暗地裏接受咗馬榮成邀請，成為佢嘅創作顧問。根據劉定堅自己講，自從佢參與咗中華英雄創作，銷量即刻由12萬爆升到20萬，係龍虎門嘅2倍。1988年，劉定堅離開玉郎，自立門戶搞自由人，揾咗黃國興、狄克、馮志明等幾個主筆幫手。但劉定堅其實最想拉攏到馬榮成加盟，可惜馬榮成仲有1年合約，推搪話約滿先再傾。劉定堅說服唔到佢，唯有暫時作罷先。講開馬榮成，我又想講下佢2次俾人斬嘅原案。事先講明，我純粹亂估，冇證據，只係發揮一下天馬行空嘅想像力啫。第一，有人覺得係黃玉郎指使，因為下屬唔聽話，但又最揾到錢，為咗令佢唔好太過囂張，揾人教訓下佢，結果適得其反，被斬之後仲加強咗馬榮成離開玉郎機構嘅決心。第二個嫌疑人係祁文傑，大家都知佢係黃玉郎心腹，公司咩都係佢管，佢自作主張，揣摩上意，揾人教訓一下個反骨仔都有可能嘅。第三個嫌疑人就係劉定堅，為咗搶馬榮成過檔，玩離間計，等馬榮成約滿一定要走。記得前漫畫人張瑞新都話過，劉定堅曾經揾黑社會搞佢，雖然唔知真定假，但劉定堅都冇直接否認，只係話佢白痴。咁我都合理懷疑劉定堅同黑社會有聯繫，隨時可以揾人去教訓人，所以佢揾人斬馬榮成都唔出奇。最終馬榮成離開玉郎，自立門戶搞天下，上面3位仁兄無論係邊個主使都好，
目的都達唔到，可以話枉作小人。你又覺得我嘅推理合唔合理先？會唔會仲有第四個嫌疑人呢？講返劉定堅嘅自由人先，原本公司創業作主打係王國興嘅朱嘜漫畫，同迪克嘅愛殺、馮志明嘅刀劍笑為輔助，因為王國興之前嘅玉郎劇場同迪克嘅情讓無花不結果都好受歡迎。馮志明之前冇咩代表作，所以不被睇好。但現實情況係，王國興嘅朱嘜漫畫冇預期熱賣，出咗4期就收皮。愛殺仲慘，未出街就俾玉郎機構申請禁制令，搞咗半年先再出到街。但聲勢已經大不如前，銷路一般。反而之前一直不被睇好嘅刀劍笑卻殺出重圍，賣個滿堂紅，成為自由人嘅頂梁柱。馮志明終於吐氣揚眉，佢同馬榮成同期出道，馬榮成早就靠中華英雄成名，年薪幾百萬。馮志明心入邊一定唔好受。劉定堅就睇得通透，喺玉郎做嘢嗰陣已經識得向冷廟燒香，想同馮志明一齊搞刀劍笑呢個計劃，但俾祁文傑斷然拒絕咗。最後刀劍笑由自由人出版，而且大獲成功，最高銷量達到7萬本。1994年仲改編成電影，徐錦江飾演橫刀，林青霞飾演名劍，劉德華飾演笑三少。林青霞拍完呢部戲之後就息影嫁人。刀劍笑咁成功，劉定堅嘅創作當然係其中一個原因。雖然佢啲所謂創作好多都係抄溫瑞安啲小說嘅，但馮志明用心去編繪都係一大關鍵。佢喺畫壇浮浮沉沉咁多年，過咗30歲都仲未有一本代表作。今次抱住不成功變成人嘅心態，總算有翻本代表作啦。劉定堅企穩陣腳，繼續擴展佢嘅出版王國，招攬咗司徒劍橋、洪永仁同何志文等主筆，出版科幻、上學、賭術等另類題材。呢啲都算係劉定堅對港漫嘅一大貢獻。有咗刀劍笑、超神 Z、迪克戀曲、賭聖呢啲暢銷漫畫，本來一盤好棋，可惜後來劉定堅走火入魔，出版啲用愛情故事做包裝嘅色情漫畫。雖然賺咗一大筆，但亦都令到自由人走向崩潰。公司主筆紛紛不似佢嘅所作所為而出走，包括馮志明在內。馮志明離開自由人之後，自資出版霸刀，馬榮成仲喺創刊詞大力支持。雖然冇咗劉定堅參與編劇，但霸刀頭100期左右都仲有一定水準。後嚟佢同劉定堅爭刀劍笑版權，兩邊都覺得刀劍笑係屬於自己嘅品牌，各自創作咗自己體系嘅刀劍笑續編。馮志明版係刀劍笑狂沙，劉定堅版係刀劍新傳，變成兩個平行時空嘅故事。但係都冇辦法再現當初刀劍笑初版嘅輝煌。劉定堅就繼續發揮佢一貫嘅口臭本色，不停喺漫畫專欄入邊數臭馮志明，話佢侵犯自己版權，畫工冇進步，懶惰唔上進，冇佢提攜，根本冇資格做主筆等等。離開漫畫界20年之後，劉定堅喺2023年底左右開咗個 YouTube 頻道，初時講下漫畫人是非，成功吸引到一大班對港漫有感情嘅網友支持。你唔可以唔承認，劉定堅真係一個靠食腦同度橋就可以賺到好多錢嘅人。佢真係有呢個能力，佢識得不停進步同變化。港漫題材係食老本，所以佢冇一直講落去。佢講時事、講財經、講八卦，只要嗰段時期流行啲乜嘢，佢都有辦法用佢編劇創作嘅想象力，連續講半個鐘以上，甚至整成一個系列，講幾十集都得。而家佢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16萬，佢自爆靠 YouTube 廣告收入每年賺超過100萬港幣，我覺得真係有可能。所以你真係唔可以唔佩服佢，就算佢呢個人幾咁賤格都好。
好啦，關於劉定堅嘅故事，我暫時就先講到呢度，歡迎留言討論同補充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